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3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42节，出埃及记33章第1节到第6节，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因信称义。保罗的神学主张是因信称义，他特别举到这个亚伯拉罕做例子，他认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他蒙上帝应许得福的时候，他还是个罪人，还不认识上帝，还没有接受割礼。亚伯拉罕跟随上帝，只是因为上帝呼召他，然后他就跟随了。希伯来书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还说到亚伯拉罕跟随主的时候呢，他连知道要去哪里都还不知道，但是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跟随了，因为他的信心，上帝就称他为义。上帝因为亚伯拉罕的应许而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因为上帝是义的上帝，是信实的，但是以色列人却违背了上帝，偏行己路，为自己的无知而雕刻了偶像。上帝对摩西以及以色列人说了重话。出埃及记33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你和你从前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，要从这里往那里去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的前面，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。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百姓听着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一刹那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都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你怎样来待你们。以色列人从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称义并不是从行为，也不是从摘掉身上装饰来表达，但是摘除身上的装饰，则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表达对上帝的诚心敬拜。保罗提醒犹太人，不要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自己觉得是义人，就必定得救，就必要蒙恩。成为选民的后裔是恩典，不是骄傲。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，保罗的教导这样的说道：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，这是在上帝的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就算他为义了。做功德的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功德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及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，得赦免其过，
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；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也加给那些未受礼的人吗？因此我们所知的，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他为义，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，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的人之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，又做受割礼之父的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是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。保罗强调，被称义的人后裔是要学习祖先被上帝称义的脚踪而行的人，就如同在圣礼典当中，我们引用了圣经保罗的话说：“这样行来纪念我。”这样才是真正蒙恩得福、被主称义的生命。诗篇第105篇第1节到42节，经文很长，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研读。求主帮助我们谦卑、温柔，愿意悔改向主，让我们愿意学习信仰谦卑的脚踪，确确实实的实践我们的信仰，成为被上帝称义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